今日我哋嚟到第3集嘅貓咪大戰爭抽卡，龍族抽卡。上一集我就淨係抽到一架戰機啦，咁我諗住今日就希望就可以抽埋剩低嗰兩隻龍騎士同埋另一隻地龍。唔知抽咩呢？地龍呢冇乜可能嘅，而家先第一抽，再嚟第二抽，第二抽。Oh yes， 抽到龍騎士啦，即係話而家淨係差條地龍啫，兩抽就已經抽到條龍騎士，睇下最後一抽，睇下唔知第三抽得唔得呢？希望就得啦，通常都唔得嘅。好啦，開始第三抽。又係龍騎士，都好嘅，俾我升下級啦。又滿咗。好，第四抽。第四抽，會抽到咩呢？快啲抽埋地龍就好啦。